我是安妮嘞，我是料理先生，我好煮菜，也好交朋友。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的感动，还有我的愛。我是小虎，從這道菜，我係親愛食好食的東西。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特別我看到你吃到好食的東西，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這就是我親歡喜的事情。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我到今天帶着歡喜分享出發，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假使有看到我到，歡迎分享人嘅食材，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到共下來歡喜盼作哦。歡歡喜喜出發哩，祝紅大大del是。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有一對勞工朋友認真散漫的付出，唔驚風吹日曬，表出台灣安定的力量。我到今天出發，去請一對辛苦的勞工朋友，認識各行業的工作內容，還個用我到的松鼠煮一餐溫暖的料理，來為散漫做事的勞工朋友加油。在人道嘅生活當中，有當到點點嘅付出嘅勞工朋友，因為佢哋嘅付出，不人道嘅生活還較方便。根本嘅老小虎就出發禮拜日，去拜訪一群當散漫到大賣場工作嘅新員工哦。哇！唔講根本嘅你唔是生意頭誒，唔爽誒，咩唔是去哎呦裁縫嘅？係啊，唔是烤風嘅嗬。根本嘅啦嗬，誒你啊，愛做些地方啊，經營動態。原來大賣場。哇！大賣場唔看啊，安泰嘅地方。然後一看就第四棟多。係啊，誒，不過看那個棟挺樣嘅。男主角、女主角，誰冇去講誰來日本，全部棟都喺大賣場做事，帥。唔可能係來出天涯，可能全部都別樣別哎呦，你要看過去邊啊？故說哎呦，男主角都安泰嘅賣場，咁有辦法好讀到。啲蟹膏怎麼好看啊？哦，佢希望基本要讀得到啦，因為你要做一些動作。我正要，我也要貼嘅啊，要貼嘅。好，佢唔啲啊，嗬，你睇賣場地圖有乜嘅寫做得俾你體驗。你一下你你看啊。時間到，給。好，都入片，好。一下大賣場哦，這件我天天嚟講嘅話，可能冇1-2點鐘講唔聽，我就在想吼，很多嘅東西。有電器用品啦，有色類啦，有飼養茶，有乜嘅東西，就其實都算係很樣嘅整理出來嘅咯。是咯，按樣嘅工作啊，哈，對我嚟講當接群，因為我大擺可能一個禮拜就會去賣場一擺，按樣嘅場域係我當熟悉嘅。組長。小虎月記，按做起，按做就可以是做事哈。對啊，很辛苦啊，辛苦，要這樣做分貨的動作。分貨的，對啊。那今天我們來呀，要體驗你們賣場裡面所有的工作人員的那個工作。有乜該做的，不該的體驗。哦，有哦，很多哦。那剛好我們今天有在做補貨嘛，那就想請我們的業績來幫忙我們補貨，好不好？哦，出眾的女婿，剛好有我們帶着，好不好？那剛好我們小虎的部分，小虎哥呢，男生對不對？體力好，剛好我們有推車，我們需要那個補那個手推車，更出眾的我去，還有需要男生，好不好？冇問題啦，鳳琪。你好。那待會你就跟着我們的鳳琪就一起，我跟他去，對，跟着他去，然後記得配備要給他，好不好？那我呢，我就跟着，對，你就跟着我們的那個經理一起。那這樣我們就
分道扬镳。好。我们现在要去补的是什么？现在要补的是饼干。饼干。哎。每天都要补吗？对，每天都要补，每天都那个到货都会自动订单会到货。哦。然后到多少我们都要去上架。要补货的人员都要记住这一个货品它是在什么地方了。对。哦。那像你们有分吗？没有，我们都是轮流的，每个人每个区域都要熟悉。啊，那你知道这样子卖场里面有多少的货吗？卖场总共大概有16000多只商品。16000多嘞！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它主要的准确的定位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有品牌哎。大方向要知道大概在哪里。哦。对。分类大部分都跑不掉，这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像这个脆皮酥就在这边。哦。然后我们要先把它先进先出，要靠一边。每天有固定要补货的时间吗？没有，就是每天到多少货都要把它补完。哦。然后补不下的我们要放上去，上面是鸡汤。你说用压的？对。用压的这样，然后手伸去拉胶带，这样拉开。嗯。像这脆皮酥巧克力就在这边。然后摆放有摆放的原则。每个价格牌就是在商品的最左边。商品的最左边。通常我们在上架，如果说新人的话，我们会叫他对条码。对条码。对，确认他商品是商对商品。那要对条码，不就是身上要带那个？没有，这个商品有条码，然后价格牌上面有条码。条码底下有号码。对，条码要对条码，条码一样的才是。嗯哼。对，每个商品都有一个国际码。对。然后要放正面，它这个哪里正面？这个是侧面，你要放这样正面，字要正的，这个字质感。对。哦，还这么多学问呢。对。而且你还要保持这个盒子的完整哦。对。像我们自己到卖场啊买东西啊，也是会挑那个就是包装盒要完整。对，要漂亮的。要漂亮完整。你自己都不会买，就不上架。哦，那也是公司就是教育的原则嘛。对啊。然后通常补完的时候要把那个剩下的牌面要拉出来，这样才方便客人买。看得清楚。对。平常是2个人一起工作还是1个人？平常都是1个人。都是1个人哦。对。上下楼梯、上下货都是1个人。都是1个人。对。哦。尽量减少弯腰补，地板下面的货就是用蹲着补，因为这个是。一直弯腰是工作伤害，这样。像我们这样，这边货已经补好。那个营养饼在这边。哪里？在这边。哦，不一样吗？对，那不一样。哎，怎么长得画面？哎，不同牌子的。哦，不同牌子哦，那怎么它的那个图片长得那么像？对。哎，真的不同哎。所以才说要对那个。哎，真的哎。哦，那你怎么知道说？哎，这个有货没有货，然后需要叫货，这是你们要跟就是回报吗？我们有一个那个自动订单的公式，所以商品卖掉多少，我们有一个安全库存量会自动再到货。哦，就像譬如说，如果说我买了1盒饼干，但我结账的时候，那个系统里面它就会扣掉一个，它就扣掉一个，然后从那个电脑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一个商品的存货量有多少，然后它就可以会。那这样子有连线到厂商那边吗？我们都是有一个，我们公司有一个统一的仓库，厂商都是送货到仓库，然后我们向仓库订货这样，省了很多人力。对，省很多人力。所以现在就是要去仓库里面再去拿，我们再去仓库再拿货。收好，请说，收好，请说。部门那边有新的到货，麻烦协助处理一下。收好，那个通常说冷冻区那边有到货，他可能要麻烦你去补一下。冷冻区在前面右转。冷冻区我去就好了。先停在那边。有人在那里等我。好。你过去找。好，那我赶快过去啊。这个都是我收就好了。好，谢谢啊，好，谢谢，拜拜。凤妮姐是哇，很多车，你有算过有几台吗？我们这边的手推车加起来数量差不多有1000台哦。1000台，男生的话一次可以推几台啊？我们这边的话是一次8台。哦，8台啦。8台是一次推8台。因为我看过那个
哎呀，别的卖场，然后一推哇，那一绕子哎。哦，那太危险了，我们不要做这危险的工作，毕竟我们是安全课，还是一个安全所以在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那个谁吗？一个什么事吗？有什么用力吗？我告诉你哈，阿虎嘛，我告诉您哦，如果说我是一个人推车的时候，基本上8台车，我的人一定要站在推车的前面，如果是2个人在推车的时候，推车的话，前方跟后方都要各站1个人，一个拉一个推，是，哦，对，是，讲都不准。来，现在带我去，我带你去看一下，先去收集那些停车场的车子，是不是？可以啊，我们去，好，走。是，他们工作其实最辛苦的地方就是他们要炎炎夏日，甚至说有时候空气不是很好，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必须到地下停车场去拉车，对他们体力上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不然有一些人汗排不出来，严重的汗疹，身体上的不适，是对他们来说是蛮辛苦的。他们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被那个轮子压伤脚。因为自己我本身拉过，所以我知道那个压伤脚是很痛苦的。基本上他们每天做那重复性工作，可能在手臂上面也可能会造成受伤。小虎看到吗？这个就是客人没有按到我们的手推车启动站放的手推车。所以客人把这个手推车推到这边之后，货上车就是要推回去，是不是？是，再来说这个手推车一定要放到我们的启动站。我们要常来停车场巡看。基本上从1楼开始到我们的B4，这每一层楼都来看看有没有遗落在外面的手推车。哦，所以就是要看一看，巡一巡就对了。对。哦。现在已经最大载量8台了嘛，哦。对。回答。请立刻至渔客支援。收到。希望大家吼，下摆吼，迄买些东西，迄防片啊，送喺茶旁边。人家货买的东西上菜以后咧，天数题送转来一下，给了我较轻松。哎，先生，先生您好。挑鱼清不清？要看鱼的眼睛清不清澈。我们这边每条鱼都跟美少女的眼睛一样水灵。今天要吃什么鱼啊？吴国鱼啊。哦，有眼光。那2只今天刚进来的哦。我们就把货放在这边。哦，好冷哦。对啊。哇，快受不了了，快受不了了。好，赶快出去，赶快出去。丽姐，我在这里。Hello。我们有一批新的货刚进来啊，我们现在进仓库，然后把它放在仓库摆好。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去仓库里面。对。冰库吗？对，冰库。这边有外套。有外套，有外套。对。好。这边是冷冻库。对，这边冷冻库。那你们有分冷藏跟冷冻吗？还是？有。冷藏仓库是在前面那边。哦。对。我们现在把货放进去。整个进去就可以吗？还是要一个一个的？我们整个车子推进去。整个车子推进去。对。我们就把货放在这边。哦。好冷哦！对啊，这个比较轻。哇，快受不了了，快受不了了！好，赶快出去，赶快出去！现在我们是要摆的是这个吧？对，这个。那这个的话是摆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通常补货的时候都会看条码，看条码，对这个的条码的后4码，对，后4码17。对，然后这样补货的要注意的是说它的保存期限。保存期限哦。对。你们还要？可是那厂商来的时候不是就已经
有那个确认它的保存期限，还是你这边也要？因为我们的货每一批进来的会不一样，不一样哦，不一样的天数，它的日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每一包都会拿出来看过。哦，对，然后那是不是只有就是像这种比较生鲜类的，或者说即食的东西才会？它那个天数比较短的，我们每天都会看过。生鲜类的比较复杂哎。对，我们比较多要注意的地方。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危险性的话就是温度比较低啊，进去仓库的话要特别注意的门一定要打开，对，然后记得穿防寒大衣。好，我们这一些货已经铺好，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找你？对，收到，请说。蔬果有到货，你麻烦帮我请月姐到蔬果卖场。收到，马上请月姐过去。月姐有新任务了。我要去蔬果区是吗？对，蔬果区在哪里？我们这边右转之后就到了。好，右转。OK，我说拜拜。拜拜。华哥，哎，你好。刚才有人叫我来支援你哎。啊，好。那我要帮你什么？帮我铺冰。铺冰哦。哎，黄大哥，你做这行做多久了？10几年了。10几年了。哎，请问冰要几度啊？冰我们在7度以下。7度以下，怎么确定它7度以下？温度枪去测。不用碰到2度，是不是？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就对。哦。这边海鲜大概有几个种类啊？30-40种吧。我这样才摸一下，我的手觉得很冰了。你这样长期这样做，你不会觉得冻伤吗？什么的？我们会习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戴手套。我们补完冰之后呢？现在呢？我们现在先把香鱼移下来这边。哦，商品的调整是不是？调整，因为有的东西快没了。先推过来，对不对？先推过来。这样吧，对不对？对。全部吗？对，全部洗一下。我们把白虾破开，虾子，破开，破上来。这还在补冰吗？对，还要再铺一下，稍微铺一下。我们就是开始整理过去。整理那边对不对？好。然后这边再加强就好了。鱼怎么分辨它新不新鲜？我们第一看眼睛的，它明亮度，然后腮红，有没有红，然后鳞片的颜色有没有很漂亮，你要看它有没有很明亮，然后有没有脱掉的，脱鳞的那个状态。眼睛要明亮，对，鱼鳃要红，每一种鱼都一样吗？对，都一样。伊水产类的东西，凊彩要去保持个鲜度，或者个变要竞标。这变去变啊，开始输到去牡丹哦。这个树吼，从年做7年，从年冻好已经冻得疯疯的，叫去唔惊人的嘛。迄芽树咧，俺明5分钟哦，俺说哦，当兵啊树枝已经啱唔会停痛的。哎呦，狼来喽，狼来喽！哎，先生，先生你好。挑鱼新不新鲜，要看鱼的眼睛清不清澈。我们这个每条鱼都跟美少女的眼睛一样水灵。今天要吃什么鱼啊？吴国鱼啊，有眼光。那2只今天刚进来的啊。好，那现在拿到鱼之后呢，我们要帮顾客怎么处理？就帮他处理，先刮鳞，去鳃，然后这里这个血腥味会比较重，正常的话就会这边要挖一下，鳃边这边，死角，对，死角。啊，另外一只就交给你看看，找看看。因为这个环境是比较湿冷，会比较感觉就是我们常常在接触冰块那些，所以它会比较冷，比较怕就是冻伤问题。啊，你这边后续可以先把它清理一下。那我先去忙我的。OK。回答。请到熟食区支援哦，熟食区。熟食区吗？没错。熟食区有的吃的哦。黄大哥，
我先去收拾区支援哦。好，拜。好，拜拜。哎，阿叶，你来了。徐先是你扣过来的。对，没错没错。那你是负责这边蔬果区？对，是这个蔬果都是我负责的。那我可以什么体验？体验，我们先从品质开始好了。品质，因为生鲜蔬果最重要的就是品质。哦。那我们从柑橘类开始。柑橘类的。对。那边。好。那这个柑橘类要怎么挑呢？它都绑起来啦。啊，对，所以我们要每一袋都要去看啊，每一粒都要翻一下看一下，确认它的每一袋品质都没有问题。哦。那如果有问题呢？有问题就要挑掉。挑掉，那挑掉之后要怎么处理？我们会把它另外处理，看品质好一点的，我们会重新用过。品质好一点的，就是说比现在加上的再差一点，可是它还是可以再卖的。对，我们会用做出清处理。出清。对对，稀物商品。就你的经验，就是说，就算它不漂亮，然后只是丑丑的，那它的就是里面的口感或者说味道会有差别吗？基本上外表是跟口感是没有什么差别。不是哦，因为买东西啊，我听说偷冻酱诶，底度吼，迄假是讲有其东西就含在冻物的。好，那我们这边这一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我看，香蕉真的很容易就淘汰，因为它很快就熟了，对不对？对。像这样子，一整包里面只有一根是不好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就是一样，要把它拆开哦。对，把它拆开。那可是把它拆开，如果挑出来之后，那这个要重新不煮一包了，就不煮一包，我们就另外卖。像这个可能就要淘汰了吧？这个不行，黑掉了，这个也没办法给西湖上面吃。像这个。是还可以吗？这个但是卖相已经不好了，我们要挑掉。这个也要挑掉。对。可是好可惜哦，这还其实没有坏耶，它还可以吃，只是不好看而已耶。对，没错。那我们这边是这样子，我们固定下午有人会来收，我们有公益团体会来收。公益团体。对对对对。那所以说你们就是免费给他们吗？对对对。哦，其实这样子的精神跟我们欢喜办做这个节目的精神是很像的。真的。对啊，就是说食物能够共享的一个概念。那下午我可以就是遇到他们吗？我可以认识他们，才知道，才可以遇到他们。好好好，那这样我们这个就是要给他们分享的。好，好。我这边已经快20年了，我觉得在这一刻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可以看到顾客每天买东西很高兴的回去，这样。吃得很安心，非常健康。真然呀，所有的东西就会保持到冻期，然后冻酱，都挨都会排嘅时间啦，就爱冻生意，唔好去哭到去。假使讲，真然迄看到有较济嘅，又係有啲高樓嘅，得睇好地記得，唔係講真件哪啲垃圾桶得睇，含係有上辦法去處理。就講不管係記得吼，用集齊品嘅方式去賣。我就係講本嘅弱勢團體呀、公益團體呀，送本地的去生，啊，這都也就係尊重人哋嘅食物啊，本地嘅當好嘅一個處理嘅方式，真嘅唔好浪費。因為地球嘅資源真嘅越來越少，而你要真嘅增強而你順風，而你順風所有嘅食嚟得嚟用嚟得嚟。哦，你看我這裡，這個是我上一次看到的。如果你是個愛美的女生呢，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做這一份工作。掃描嘅條碼，就所有嘅資料就都給填落底部，做起來冇按難。唔講係真正凍僵，愛拿錢嘅一件事情。凍僵會賺唔到錢，但可能就做下些哦，會硬賠錢。有这么帅的大厨，但是我没有做过披萨。没关系，我现在教你做。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披萨呢是薄皮的。第一个，我们现在要加的是这个披萨酱。
啊，披萨酱，披萨酱，这是披萨酱，不是番茄酱。我看以为是番茄酱。哎，这个是披萨酱，我们用旋转的方式哦，慢慢的往外扩，把它抹匀是吧？对，尽量把它往外推。那哦，但是不要推到外面来了。不够多的时候再。哎，这已经很多了，不能太多会太咸。哎，哦，这个是番茄啊。然后这个只是我们洗干净之后把它切薄片，也是要铺一层吗？对，把它铺满就好。好，中间可以留一点空隙，没关系。不要铺那么满，对不对？好，很棒哦。好。好。哎，不错，很好。然后再来，我们就放这个9层塔。哎，美君姐，你做这个做几年了？14年。都在同一间吗？这家店是我的第3家店了。啊，是因为这样高升调过来吗？啊，没有啦，就是我们这个轮调是很正常的。哦，对，这样够了，一个。够。嘿，那我们再尽量把它弄得平均一点。嗯哼。哎，这样子，等一下每一口都吃得到。最后就是当然最重要的了，这个披萨我们在撒的时候手稍微用搓的。哦，它就不会整块下去。这样，先从旁边把它铺满，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补。那像我们客人也可以，比如说他是不是想要再加多一点的起司，也可以，想要牵丝到天涯海角的那种，跟蚕宝宝一样的那种状态。好，这样差不多吧？啊，这样有点少。这样少？这样有点少。这么豪华？对，一定要的。我们都真材实料的。好，这个温度呢高达300度哦，要小心。对，待会怎么把这个打开？对，打开。我们烤这个呢，披萨只要3分钟就好了。这么快？很快。那然后再把那披萨吐起来之后，对，直接这样吐进去，对不对？对，好，等一下，我帮你撒点粉。好。对，有点，对，哎，不错，很赞。好，这样就可以了。哎，好。哦。好。那我帮你开，来，你尽量把它放在中间。中间是不是？好，哎，赞，很厉害。我们家乐福还有缺员工哎。哦。什么时候要来卖披萨？白带的啊。做面包这一份工作呢，你一定会被烫的，双手都是疤。哦，你看我这里，这个是我上一次烫到的。如果你是个爱美的女生呢，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一份工作，但是。这个是工作上，你如果熟悉的话，就比较会去减免这样的伤害。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免会被烫伤啊，对，所以真的以前刚做学徒的时候，2手都是疤。我的父母以为我出来混的，其实都是被烫伤的，对。哦，很赞哦！美君姐，快点，等不及了。好。切披萨，我们赶快来切看看哈。小虎做的一定非常好吃。今天大方一点，就请大家吃了，好不好？小虎做的。好，来，可以吗？来，欢迎大家试吃。好吃不？好吃。哎，大家可以来吃哦。来，欢迎大家来试吃。原来哈，迄个卤的厉害啊！免挨个打开来，个小盘哦，真紧哦，小。像这样子就是 NG 商品，可是它还是可以吃。最后到底要怎么处理啊？你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源的问题。现在我们公司的话是有在做那个食物捐赠的部分啊。对象的话都是一般的，可能像低收入户啊，像弱势团体，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你们自己去找吗？我们都会跟当地的一些里长合作，他们手上都会有一些住户的一些很清楚的资料，然后跟里长合作，然后每天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来做收取，然后他就会去发放，这样不会浪费食材，很好。我想哈，就是在你们卖场啊，特别对这种就是资源浪费这件事情啊，特别有感觉，对不对？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欢喜办桌那个欢喜冰箱。概念是一样的啦。我们那个冰箱事实上主要也是希望能够提醒民众，就是可以把你就是过剩的食材能够拿出来分享。那只是说我们分享的对象不一样。我们分享对象就是希望说，分享那辛苦的劳工。对啊，这很好啊。对啊，这个理念跟我们一直都还蛮一致的。我觉得很适合放在我们的收银那个服务台啊。因为服务台的客人人来人往都非常的多，对吧？我相信一般民众都应该很乐于参与吧。对哈。
就不用都柜台。新东引出业吧。那我们大概用餐时间也差不多喽。那下午我们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月姐跟小五哥，我们有个试吃会。试吃会。对，试吃会。那这样子就不要吃那么多啊，害我们现在吃那么饱。等一下我们要试吃哦。对，我们要办试吃会，一点都不会麻烦。怎样？可是我们吃货。对啊，是我们吃还是是客人吃，不是你们吃？麻烦2位。OK。澳洲黑毛牛试吃来试试看，有兰普牛排哦。来，一人一个，来，谢谢。等下吃这个和牛有消息要透露给你们哦。我们是客家电视台欢喜办桌啦，我们要来这边办桌给这些辛苦的这些员工们吃啊。那我们的冰箱呢也放在楼上服务区旁边的休息区啊。你们如果有多余的食材呢，可以捐给我们，好办桌给他吃这样子。谢谢。欢迎大家来试吃。又软又嫩啊，入口即化。来试看，对。跟你们说一个消息，我们有一个欢喜冰箱放在柜台那边，然后如果你们有想要分享或过剩的食材，可以放在那边跟我们分享。外面了。对，平常时俺都去往买床的时间，要排队啊，然后要试食啦，排当场，排的多就冇简单啦。不过基本上，唔伫喺里面内头，唔要专业的，然后要抢人来试食啦。店都当初冇人敢来，可能里面内头的关系啦，冇因过要排队那张桌吧。我这个开卖场的员工都辛苦，鼓手来分享一下。因为刚好有多买多的东西，然后所以这边员工很辛苦，然后分享给他们一起。因为我出了点平常的概念挺好，所以我来分享给大家，也挺好的概念。处长，来到前面的谁做太溜？哇，辛苦了呢！你帮你辛苦吗？那我们现在又有新的任务了，我想请我们的月姐来协助我们的那个收银员。哦，数钱。小虎嘞？我们的小虎哥的话，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门面服务台，门口进来那个哦。对，门口进来那个。好，好好服务，好。就请我们月姐先进来吧。哦，好。那我去喽，拜拜。好，来，月姐，这是我们非常资深的那个 Jenny。Jenny， 她会带着你那个学习一下我们收银的部分，好不好？那再麻烦啦，谢谢。哇，这个收银很重要哈。对啊。赚钱的地方。对啊，前面这个有没有什么 SOP 的流程要学习的？有就是要先问顾客，有没有会员卡？有没有会员卡？很重要哦，会员点数可以抵。那这样子，如果说等一下有商品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就是感应的去扫描它的那个条码吗？还是什么？它的条码。好，然后它钱就会自由出来。过条码，过条码。手刷下，就是比较重的东西，我们用手刷下。你好，有会员吗？像是过年啊。大家就会采买一些年货，还有就是中元节拜拜的时候，真的是人潮非常多。还有就是我们办活动满千送百的时候，人也很多，所以有时候因为大排长龙，顾客等太久，他会压力比较大，然后顾客会一直看你结账的速度，那你就会非常紧张，对，也要对钱非常敏感。压一关，迄爱轻讲迄一关，因为爱对数字啊，懂不敏感，然后人来讲哦，我每讲会员1度好，然后其人来讲好嘛，佢讲听我就唔记得。然后唔过我知道一下就会懂现金啦，给有条码没有？你扫描给条码，就所有嘅资料就都给天漏地度，做起来冇按难。唔过我真正懂讲，拿钱那件事情，懂讲会找唔到钱，但可能就做下些会硬赔钱。比到讲压掉东西冇浪费，然後做愛心，然後壓掉冇過期，然後冇一格壓嘅東西做得要
做沙皮嘅爱心来吃到安阳的方式去当好诶。上面挂那个卡，都是小朋友的心愿。对，就是可以提供客人，让客人来帮小朋友完成心愿。帮他完成心愿吗？我可以去吗？可以啊，可以哦。玉芬，刚刚出状香港来一篇直言呐，服务台要做嘛个谁？服务台的话，就是客人会来换赠品啊，然后退换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配合公司的活动这样。哦，你好，你好，需要什么呢？东西怎么了吗？买错了吗？太贵了。那发票跟您借一下，有带到吗？有，发票跟您做退货喽。你帮确认一下。好，你这边使用的信用卡有带过来吗？信用卡。嘿。然后就可以帮客人做退货。哦。信用卡，没带可以吗？没关系，那就帮你退。找到了。觉得配弄。对。那这边就帮您退刷100块哦。好，谢谢。买一张就可以喽。好，谢谢你啊。谢谢。平常还要忙些什么？捡东西啊，或是整理东西。哦。然后整理赠品。整理赠品？这还有什么赠品？为什么会有赠品？就是我们目录上面都会有一些活动，就是你买指定商品会送指定的赠品。我看你那边有棵圣诞树呢，那个树是干嘛的？是我们之前跟家福中心有合作，就是完成小朋友心愿，然后还有捐赠物资的活动。哦，所以上面挂那个卡，都是小朋友的心愿。对，就是可以提供客人，让客人来帮小朋友完成心愿。哦，帮他完成心愿吗？我可以去吗？可以啊。可以哦。那我们去看看好不好？好啊。我在这边工作大概有2年了，在我进入服务台工作大概2个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只是用我自己的专业帮助客人，就是了解他那时候想要办信用卡，我就跟他详细的解说，然后获得了我第1张就是顾客送我的感谢信，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我只是就是做了很小我自己工作上的事，可是却收到客户的感谢。我觉得蛮开心的。玉芬，我现在买好了，怎么交给他？我这边会帮您代为转交，就给我就可以了。哦，你留下资料啊，留下资料一些东西。小虎，有多少条来吗？做长头先还做后事哦。做嘛后事？对啊，你所有当过小朋友的愿望啊。然后嘞？叫做愿望就是米啊，摇啊，对吗？然后唔准批啊。认养一张。哎呦，拜托诶，为善不欲人知，人家讲不言谈。当叫冇做后事诶。好啦，去除掉亚安阳的发通以外，还有乜嘢？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差不多要开始收面包了。收面包之后要做什么？我们要做食物的捐赠。好，你哦，玉芬，来送包诶哈。你都讲亚条东西冇浪费，然后做得做爱心，然后亚条冇过期，然后冇一隔夜东西做得要。做沙皮嘅爱心来吃到安阳的方式去当好诶。好，家福巴德店所捐赠的食物，然后既有食物这样食物共计28项，好，这是清单交给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麻烦这边签名。哦。那回去之后怎么处理呢？因为我们那边有那个办那个
共餐，老人共餐。对，那个中餐的时候就他们吃饱就给他们看。我给你带中医是走啦，听音乐、上面是走。就属于说什么那个食物分享。长照。长照计划。中低收入户的。还有那个弱势老人，那独居的。他们就不没有分几年几岁吗？有65岁，65岁以上就可以参加长照计划。非常感谢跟我们合作给我们高屏里有一个很有爱心的环境很感谢。夾落看啊！開獎哦！下面嘅病床，用到呀大賣場嘅門口，都係要乜嘅神經喎？你看，全部喺賣場地度嘅，賣場年度愛情就多哈。哎呀，你一上班法未聽出編嚟出一種作嘅菜。來，準備好啦！好嘛，摩拳擦掌。好啊！來拍照。你拍照。拍照。原本嘅你來到也開賣場，也係喺度賣場嘅後背，倉庫嘅頭係。係啊，一片啊，好清強嘅就乜嘅地方。火，故所以你根本要用天咧來做，要用天咧對你藥師嚟講有啲挑戰。係啊，忙死。好，開始。開始。都在吃饭呢。去摆到大卖场地度啊，摆粽，对吧？當然看啊，當排食。係嘛？唔過可是有人排隊嘅呢。老多要試吃的呀。係啊，對吧？因為都台灣行過來嘛。唔過像你們在這個賣場裡面，有像這樣子擺桌過嗎？沒有，我們就做最多就試吃。試吃哈，這是第一次。對，那你們自己也是在賣場裡面第一次這樣吃飯吧？第一次。好的，那我們先來先開動，好不好？先開動。哇！像你們這邊賣場裡面啊，一天要就是有多少人在這裡面進出？有沒有算過？有啊。最高峰的時候，像
过年或者是中元那时候，大概都有在6000多。哦，平日大概就是2700。有看我们去呀面包部嘛，对不对？做披萨。做披萨。对啊。他很厉害哈。有，他很厉害。以第一次来做的人来讲，很厉害。对啊。哦。舔分啊。舔分啊。哦。你在这边做几年？做13年。13年。我14。哇。16。哇。17年。那。你做几年在这边？2年。哦，你最 UK。不过，因为我觉得卖场跟餐厅或者是说跟这个小店是不一样的，因为真的你要服务的人很多，部门很多，区域很多，对不对？那就是说，在面对这么多的客户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就是工作的那一个动力是在什么地方？动力哦，有些客人也对我们真的都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也是来自于这里，就是有的顾客也会回馈给我们。10几年嘞，会倦怠吗？会啦，工作都会有倦怠。那怎么调试？通常工作倦怠的话，都会选择可能我会有休假。哦，年休。年休。每年有那个员工旅游吗？都有。就是公司看你们差不多要倦怠的时候，就来个员工旅游一下。刚好都排在这个秋天傍晚的中元节，就会安排一个员工旅游，让大家可以喘气。也透过员工旅游的时候，大家可以活络一下感情，这样的，是吧？本来在那个卖场里面做披萨做到要吵架了，做太多了，会找到对，会累，人累的时候就是心情就不好，对不对？因为你们其实就是在做人的工作嘛，对，服务人的工作嘛，什么人都有嘛，对不对？那每一个顾客的需求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所谓的一个 SOP 的流程？有啊，就是 Only Yes。Only Yes。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在卖场如果有遇到什么危险，突发的状况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 SOP 的？有 SOP 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安全部嘛。好，安全部就是我们第一线。来，我们大家举杯，谢谢你们，谢谢，辛苦了，来，大伙喝，谢谢。3万个朋友，一天内。坚持梦想。